BMX 平地花式單車破紀錄嘅中港平地花式單車表演賽，喺度歡迎大家嚟到新都會廣場，喺度介紹我自己先。我係嚟自香港電台數碼台嘅 DJ， 亦都係舞台劇演員，我係阿祖黃耀祖，大家好。非常之榮幸，非常之開心，今日可以嚟到呢一個會場新都會廣場呢度，因為大家有眼福啦，好有可能一個新嘅世界紀錄，一個新嘅健力士世界紀錄，即將會喺我哋呢個舞台上面度誕生。今個夏天新都會廣場即將會由今日起至到8月27號，為大家精心打造新最多西運盛典遊，由全球熱爆心得麗人們歡心活潑嘅人氣大逃走最多，群起出動，帶領大家穿梭於過去、現在同埋未來，總共6屆嘅奧林匹克運動會主辦嘅城市，包括有今屆嘅主辦國，包括有英國嘅倫敦，仲有中國嘅北京、希臘嘅雅典、澳洲嘅悉尼、巴西嘅里約熱內盧同埋西班牙嘅巴塞羅那。為咗迎接今年夏天2012年倫敦世運嘅盛事啦藉住一股世運嘅盛事嘅熱潮我哋亦都希望全香港嘅市民可以養成一個運動嘅習慣，所以新都會廣場將於由今日起舉行連串嘅國際頂級 BMX 花式奇技 show 嘅活動，希望全城我哋全部香港嘅市民都可以非常勇於去參與啦，亦都可以感受到呢個西運盛事嘅熾熱氣氛嘅。今日犀利啦，有啲乜嘢事將會喺我哋舞台度發生。等我喺度同大家做一個節目嘅預告先。今日我哋有遠道而嚟，特別由日本邀請到 BMX 平地花式單車世界冠軍，呢位世界冠軍叫做 Ikeda 池田貴廣先生，佢即將會喺我哋呢個舞台度挑戰平地爆旋花式單車嘅健力士世界紀錄或者可能大家唔清楚咩叫平地爆旋花式單車嘅健力士世界紀錄？呢個紀錄其實係喺舊年嘅時候由佢創嘅，佢雙腳會離地，淨係利用佢身體去得到一個平衡，會用喺個單車上面不停做旋轉1分鐘。而家佢創立咗嘅紀錄係59個圈，即係1分鐘之內雙腳離地，佢會喺單車上面度自轉咗59個圈。而佢今日非常之有信心，希望得到所有喺新都會廣場嘅朋友嘅支持，佢希望可以打破新嘅世界紀錄，係可以超越90下嘅，俾啲掌聲支持 Ikeda 先好嘛？犀利啊！頭先我哋做彩排嘅時間我會話我就睇到目定口呆，究竟點數嘅當然啦，我哋會有最專業嘅評審喺度做監察我哋成個世界紀錄嘅誕生嘅。除此之外，我哋亦都邀請咗中國同埋香港單車花式高手會進行一個中港花式單車表演賽，嚟自中國同埋香港嘅朋友一樣咁犀利。究竟呢個表演賽有幾犀利，一陣大家就會睇到㗎啦。除此之外，為咗要了解女性做運動嘅習慣新都會廣場早前亦都連同咗我哋嘅健康專家 MyOffice Health Pro 喺上個月就喺全港透過街頭嘅問卷形式就進行咗一個公眾嘅調查，總共係訪問咗503名過去喺3個月裏面曾經參加過運動嘅香港女士，所以我哋有一個關於香港都市女性運動習慣嘅問卷調查個報告一陣就會同大家分享㗎啦。當然啦，呢個報告亦都會請咗2位好重要嘅人物同我哋 present 嘅，包括就有香港女性體適能專家盧嘉麗先生 Gary 同埋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租務部推廣經理陳欣妮女士為我哋發表嘅。哇，講咗咁多啦，今日嘅活動一定係目不暇給提一提大家，你哋嘅掌聲同埋你哋嘅歡呼聲一定要準備好首先，不如喺我哋活動開始之前，我哋有請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租務部推廣經理陳欣妮小姐為我哋介紹一下今年奧運期間嘅連串活動。各位朋友，有請 Jenny。Hello Jenny， 你好。我就知道啦，大家都好期待啦，倫敦奧運即將就會登場啦，好興奮啊！知道嚟到新都會廣場除咗可以買嘢食嘢之外，唔單止可以感受到呢個運動嘅氣氛仲可以參與添喎。呢個就叫做盛夏愛運動全城大作戰嘅主題一連串嘅活動即將會舉行，同我哋介紹一下好唔好啊 Jenny？
咁其實我哋今年咧就知道呢個暑假咁啊呢個好年輕啦，好充滿動感嘅季節啦。咁我哋亦都適逢今年係奧運年啦，咁所以我哋咧今年咧商場嘅推廣策略或者係俾好多娛樂嘅市民咧嘅策略咧就係動靜皆宜，雙軌攻勢。咁係啦，可以係啦，動靜皆宜，雙軌攻勢啊！係咁，其實咧或者講正嘅一面啦，咁正嘅一面咧，或者大家其實現場都可以見到我哋嚟咗一班國際上好活潑可愛、好受歡迎嘅大頭狗啦。係啊，我哋有個3名犬啊！哇！即係喺我哋個會場度咧都見到好多。係啦，就穿梭頭先你所講嗰個過去、今年、未來嘅6屆奧運城市嘅。呢個就係正嘅方面，我哋就可以即係令到市民獲得呢個歡樂啦喺我哋商場。咁動感方面咧，咁其實就正如今日一個揭幕嘅大型活動咁，就係挑戰一個花式單車嘅世界紀錄。咁亦都係揭開咗我哋未來呢幾日嘅國際頂尖 BMX 花式奇技 show 嘅節目巡禮。哇！淨係呢個巡禮嘅呢個序幕啊，已經好犀利㗎。因為咧，我哋非常之有信心嚟自日本呢個世界級嘅選手咧，好大機會會喺我哋呢個舞台上面產生一個新嘅世界紀錄啊！咁啊咧，我頭先呢度講到，淨係睇就唔夠㗎喎，係咪啊？我就知可以參與添㗎喎。Jenny 同我哋介紹下好唔好啊？嗱，咁除咗大家可以再次嚟臨新都會廣場，聽晚嘅7點啦，同埋未來呢個星期6日嘅4點同埋6點，可以欣賞到阿池田先生即係精湛嘅奇技啦之外啦，咁其實咧除咗睇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有好嶄新嘅運動設備咧，俾大家咧參與其中嘅。咁就係我哋會由7月21號開始，至到8月12號咧，我哋商場會成為首個商場設立呢個花式單車場，仲要係全免費公開俾市民使用，而且可以即時借用單車，唔使帶嚟㗎。咁其實係咪好豐富、好貼心咧？犀利啦，梗係啦！唔單止有得睇啊，仲可以參與，可以感受到呢個奧運嘅氣氛啊嘛。頭先咧就講到全港第一個，仲要係免費呢個單車場，俾大家可以參與，即係單車都借埋俾你玩。仲有一樣都未講完，就係咧，我哋仲有呢個香港嘅花式單車高手。駐場免費教授絕技啊，都係免費嘅，即係仲可以教埋你添。呢個咧戶外嘅場地其實就喺我哋呢個場地嘅出面，大家望都望到㗎啦嚇。所以咧就話咗㗎啦，今個暑假咧，只要你黐住我哋新都會廣場啦，睇嘅、玩嘅、參與嘅，就同你一齊。即係我哋而家未知邊一度香港嘅市民可唔可以睇到呢個奧運啦？係咪？不過嚟到新都會廣場就可以感受到同埋參與到，係咪啊？絕對希望各位市民樂在其中嘅。Thank you，唔該晒 Jenny， 多謝你咁詳細嘅介紹啊 ！Thank you， 我哋俾啲掌聲 Jenny 好唔好啊？咁啊，所有嘅朋友咧，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啦嚇。不過講到我哋今日其中一個重點嘅環節係咩咧？等我同大家介紹下嚇。BMX 平地花式單車世界冠軍池田貴廣 Ikeda 咧將會喺呢一度嘗試打破平地爆旋花車單車嘅世界紀錄啊！喺度咧，不如等我咧介紹一下 Ikeda 嘅背景俾大家俾大家知先啦嚇。其實咧 Ikeda 咧就係 BMX 平地花式單車嘅世界冠軍。喺2011年咧，佢就創立咗呢一個世界紀錄啦，成為呢個世界健力士紀錄嘅保持者啊！可以話喺呢個世界嘅 BMX 舞台，可以話係無人不曉㗎啦。而今日咧，佢就係嚟到香港表演俾大家睇，仲希望可以嘗試打破一個新嘅世界紀錄啊嚇！嗱 BMX 呢個花式單車啦，大家即係就好講呢個身體嘅配合啦，睇咧已經覺得係好刺激啦，好有動感啦，而且淨係靠佢哋肢體嘅平衡啦，動作亦都非常之優美㗎。不過講到運動啊，即係梗係唔止淨係帶單車俾你啦，而 Ikeda 咧仲諗咗一個非表演方式啊！我要同大家見面，唔單止淨係佢同埋單車，佢咧仲揾咗一班朋友，因為佢話其實好多舞蹈咧都一樣講求肢體嘅協調啦、動作嘅優美啦，尤其是熱情奔放嘅 Flamenco 啊，嚟自西班牙嘅 Flamenco 呢一種舞蹈啦，就更加配合啦。所以咧，佢話今次嚟到香港，一於嚟一個 crossover， 就用佢嘅 BMX 再 crossover 埋 Flamenco 一齊同大家表演，究竟一剛一柔夾埋咧會有啲咩火花？不如喺呢個時候咧，咁我首先同大家用熱烈嘅掌聲介紹下我哋呢個 Flamenco 嘅隊伍好唔好啊？各位朋友有 Hong Kong Flamenco Up Center。
兩隻好唔好啊？跟住咧就等我逐一同大家介紹啦，包括有為我哋跳舞嘅 Rina Tamaki， 唔少得有幫我哋表演吉他嘅平光，準備好啦。當然啦，仲有小提琴嘅 Julian Lau，Hello， 同埋 clapping 啊，掌聲一樣好緊要。見到啦，我哋要紅兵佢隻手不停喺度拍噶嘛，又幫我哋擊掌嘅 Betty Wong 啊，歡迎晒咁多位。好，咁啊，我就有你嘅性格，將好嘅節目送俾你哋，有 Flamingo Crossover、BMX 嘅單車，各位朋友，熱烈嘅掌聲，表演正式開始。
係啦，要褪後少少啊！呢個位置可能你呢個位可能會阻到佢，我諗要後一啲，同埋唔好用閃燈，唔該晒。我冇閃燈㗎。得，唔該晒。